代表性的一项艺品，一项艺品，嘛是普点艺品普点艺品。咱欢迎我们台港国小。请台港国小预备好了吗？台港国小的小朋友，请预备请预备跟各位报告，我们的表演时间有稍微提前因为我们抓的比较紧凑，因为下早咧，咱要加演一条全国西洋的表演所以咱的表演这个先发提前。大概按照目前进度提早10分钟，麻烦各学校团体注意一下咱的表演时间有小可提早加10分钟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国小请我们各个学校的表演团体细花注意一下不好意思造成大家的困扰。咱现场来宾这个我们台港国小的电音小伙子出场，谢谢。还有最重要的义工妈妈的协助还有
认真努力的练。啊，所以说到现在，跳出自己当年创意天地，啊，跳出自己方向你的创意天地，还有呢，公司发票就是马洲盛展界的和佛节的特色，啊，和佛节的特色。啊，你看民风出办理，民风办理刚刚去传统艺术比赛，啊，这边创意电影的奖项，啊，创意电影的奖项，啊嘛就要参加老杨歌秀，一般邻里校庆晚会表演，啊，此外呢，还参加锦湖文昌岭州仔港市校联合运动会的表演，啊，参加马大姑模范儿童庆祝母亲节、西瓜节。表演，还有本校创校50周年校庆活动，还有台南市艺术生跟成果发表会演出，啊，一定出来。哦，你好，特优奖，我主持人吼，刚刚良因得奖的吼，我两家最大气啊，所以你就知讲，伊这个团队吼，会使讲是面各界啊，非常今日敬重的颁奖人吼，来颁奖人咱这里，掌声跟在一起，鼓励一下，谢谢。隔壁区客家区，来甲保桥，你看保桥朋友，你睇好好佢嚟健康，好好佢嚟健康。啊，咱叫我哋個人看住咱較早嘅健康旅遊，健康哦。因為佢哋保底吼，保底就是你嗱，即係保底嘅。我先出來，能放你保底嘅腳保底啊！啊，為什麼這個花婆保底？謝謝。我相信咧，咱哋咧就是华人，咱华大人都有信心，咱这个普济文化绝对会让你全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咱是不是再一次用今日的掌声，替咱上载有满大特色的这个普济面的，再一次来鼓励一下好？今天咱精彩表演的，咱今天要来感谢咱这个指导老师啦，吼，感谢这个指导教练，而且你那努力的指导，佮编舞，咱
看编的部非常的精彩，啊，编的部非常的好。有囡仔吼，有无大个，非常的，我哋今日见吼，今日我哋嘅就是，我哋感謝呢個校長嘅支持，家長嘅支持，感謝謝謝來。請問周校長有到現場嗎？哦，這少年哦，帥哥，後邊你傳我好喂。来，小朋友过来，拍照来，等一下再玩。我知道你们刚才玩得很高兴，玩得忘记时间。来，校长，你27，那好就那各位点到了，谢谢。周校长来，麻烦我们以大天府为背景，由咱建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么，小朋友来两边，要看得到镜头，要把扇子拿高，好不好？把扇子还有伞拿高，对。把我们的表演那个道具拿高，对啊，很好。等一下，后面的那个长片进来没有关系，大家都到前面的照相机，每个人直接看到照相机，好。来，我们现场的来宾再次掌声，谢谢台港国小，谢谢。来，谢谢他们精彩的演出。台港国小小朋友可以继续到后面玩哈，不要帮你逛一逛，好 ，OK， 谢谢台港国小，咱这都无恁行的啦，无恁行的。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这就是咧讲咱麻豆的艺术文化，讲咱麻豆的艺术文化。今摆刷来，嘛是一项上够有台湾特色、上够有台湾特色的艺术团体，咱今摆咧。给这个掌声，来欢迎咱新家国小小友送江队来，跳过来，谢谢。我哋拍过嘅都其實郭校长，嘛是咱麻豆的主题，伫咱现场，你甲咱关心知道，咱郭校长会点手好无？好，谢谢，帅哥，我哋拍到好好。你话是真正咱麻豆的公园麻豆的公园，你啊看咱大台南这个学校，这个国中小校长，这个国中小校长，讲咱麻豆的主题，所以会使讲咱麻豆的，是个地灵人杰，的所在，要欢迎咱新街国小跟新疆国小。国小以来，咱后壁区，这个宋江镇里面有非常年的成绩，指导是向建介老师、蔡志奇老师、刘伟祥老师，我们的管理廖秋叶老师，咱就特别提供非常的经验，你以及校长，以及咱郭校長的支持之下，對咱的傳統藝術非常的認知，學校呢，今年是上當年的陳列室，特別今年上當年的陳列室，就按上當年做嘅主題定勢動作，加嘅活動的照片呢，一一來展示其中，希望咱今年用重視。
工人的生活呢，总共有将近50个人，包括3、4、5、6年级的学生，3、4、5、6年级的学生，是新加国小每一个学生会使讲将近每一个学生拢去一届学习这个民俗技艺，这个民俗技艺，这看得出来啦吼。咱校长是咱家己麻豆人，麻豆人上介重视这个艺术文化吼，麻豆人上介重视这个艺术文化。咱较早有咧讲吼，输人输面，输面歹看面，就是咧讲咱麻豆吼，就是咧讲咱麻豆。你看麻豆咧，就这个行暗街，行暗街，拼着这个文化，拼着这个文化。所以咱麻豆大政府咧，麻豆大政府会使讲对咱这个艺术文化咧，有上介大的责任，上介大的责任。推广这个艺术文化，今日利用咱12年一科的这个期间呢，有这项这个全国艺术文化节，咱麻豆大政府表演，会使讲上界意义。国际上当今的我这个全国民俗龙狮义阵比赛第3名，嘛要受邀去振兴国小校庆活动来演出。民国18年到盐水港仔岛，咱因先拼先先拼先的表演活动来演出。民国18年受邀到咱中派今仔非常有名，非常有名多年来表演吼。到咱新寮国中校庆演出，这是100年度议程下线防治工程施工成立活动大会的演出。关田瓦寮社区土地重划完工典礼活动演出，会使讲是受到咱地方团体非常欢迎，非常欢迎这个表演团体，吼。咱这一次用咱上届热烈的掌声来感新加国小兄弟们，来感各位的好，谢谢。咱这个观众引导的吼，咱这个是咱这个合唱队要进出表演的这个通路，拜托，吼，不要歹势啦吼。人相听，我知影啦吼，你上万来啦，人会使8点5足侪人来接位啊，下晡吼，中昼忙走，离我紧接我好吼，离我紧接我歹势，不着这条路是小朋友要出这个路，吼，歹势这条路加油者吼。由咱所处大政府是务中来定宪，由咱爱乡广播电台，以及咱台南市王俊杰文化协会，来合办这个全国艺术文化节，要来献予咱大天府，麻豆大天府保护千岁地位尊持，以及予咱麻豆这个乡亲表演予咱麻豆这个乡亲来观众，这个场活动吼，会使讲是由咱爱乡广播电台的当处长陈英川当处长，我相信的，大家伫电台顶的都有听到英川吼，这场活动会使讲是咱英川你手。
同时间是咱所属大政府新务局的主任委员，以及咱台南市王子地文化协会的理事长，伊的这场活动不但全力来策划，家己校长兼总监，你看即摆徛伫咱新港国小，唱钢琴拍鼓后壁，搁咧拿麦克风互顾因的这位就是咱迎春啊，咱台中市长来，迎春啊，是一手的甲现场这咱这听众今日这么半夜今日大家有看看袂影，今日这场活动会使讲是咱林川咱大乡电台担当市长一手策划校长兼总监，听看即摆家己去拿麦克风你有这个拍鼓的音拍鼓的音，咱再一次热烈的掌声甲咱林川甲掌声一下好会使讲是非常好的所在非常好的所在咱花东大政府不但是咱全台湾五府千岁信用这个开基宗庙信用这个开基宗庙，而且咱嘛也搁有足好的这个艺术文化这个艺术文化以及产业文化比如讲上界有名就是咱的文旦白油等等你伫咧，咱即摆最近嘛足有名，这个糯米，搁是碗粿，足侪这个特产，还搁有足侪历史文化，譬如讲咱这个德丰大港，这个水库头，这个古港遗址，以及咧，咱这个董爷文化园区，来看下都强调，利用这本地的建设。这个这导演话就是你看咱有机会，咱有机会，有一个重点，一个重点的文化园区。所以咱花头真正是一个好所在花头真正是一个好所在。前面迄个12年一科，花头大政府其实是咱这条新区的内底，会使讲非常担心的机会，所以遮好的日子，遮好的时期，遮好的表演团体，真正来到咱花东大政府表演，这真正是咱花东人的福气，是咱遮观众朋友的福气。咱再一次用上届热烈的掌声，来甲咱新家国小送奖品，甲鼓励一下，谢谢。咱新加国小校长咱花东人。本来就做好的领导，我也很感谢然后建设大好的校长，拢是咱花东的子弟，这是外地校长，就咱新加国小是咱后壁，咱后壁区，咱你知会知志学国小，是咱台南市的政府，这拢非常无简单，咱花东子弟，拢会当伫遮来担任这个校长，这就是咱花东人的文采
宾呢，啊，这咱新家国小，这个小感觉。拍照哈，来，请小朋友，小朋友过来 ，OK， 我们过来一起拍个照，咱家校长，帅哥校长，我们校长帅不帅？年轻不年轻？年轻。咱咱鼓掌，咱家己换头的主题呢，出去外地咧做合作，甲鼓励一下无？换头人真系头的来，咱小朋友等一下，来，我们站两。 来，打鼓的妹妹，来你前面，这边，导师帮忙协调一下哈，帮忙协调一下。
来，谢谢郭校长，谢谢各位老师、各位朋友，我的表演非常的精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新加国小，谢谢。好，第二队过来对决力。谢谢。来，刚才来郭校长带队来，来给咱县长的话到大田路，这个见解大队，谢谢。你看呢？我给你介绍落呀，简单讲两句话啦，有6时间来，不要紧来。来，刷来，要来进场表演的。来自咱隔壁区隔壁区，咱下营区的夏营国中，夏营国中的广东诗表演，下营国中的下营国中，今天为着要来参与咱这个传统艺术文化节，艺术文化节，要来庆祝咱华侨大田路建设内底，特别准备两个节目。第一个是广东诗，第二个是广告。咱即摆用上届嘅这个掌声来欢迎夏营国中的广东诗出场，谢谢。夏营国中的表演团队是由我们吴亚堂吴校长领队，那吴校长也来到现场，请跟大家请问咱们掌声跟掌声起来，谢谢吴校长，谢谢。咱的领队是咱吴校长，咱的广东师的指导，是咱林伟恩老师，咱的管理是咱林雅纯老师。今日为咱带来节目是相思献对献丰年，请大家用热烈掌声，感谢夏营国中的广东诗加油点，谢谢。哇，赞！大家也可以看好书，大家的表演呢，代表着举情对消，咱来带动老街的气氛，会使讲是上界受欢迎的民俗活动，这个三个民配，甲这个人员的，随着保家的气氛，风俗无同款的表演方式，无同款的表演方式。咱下营国中舞狮社，人才社团，伫旁边这长辈们来心里，会使讲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这个社团，非常有传统这个社团。咱打是这个时阵呢，是台湾赛，伫2年前转型做动作评价比赛，评价丰富，而且嘛评到条件单独的这个比赛，即摆是请咱外面咱方玉贤教练来记得，方玉贤教练来记得。咱武士队除了传统的民俗技艺之外，咱达到群力体育的教育目标群力和体育的教育目标。而且这个啥样，咱传统的习俗、风俗，是尽量继续的这个象征，这样去表
咱本校的人赛队，人赛队，鼓励一下，谢谢。咱本校人赛队呢，是从这个邀请到国际表演，到国际表演，比如咱赢咱的上体阳光标，就赢上体阳光标，咱赢阳光杯，赢阳光杯，一个校庆表演经历，校庆表演经历，而且呢，伫咱各项的人赛比赛，拢有一个独特的经验，独特的经验。记住咧，咱人赛队，咱大家带来这个强师县队庆丰年的这个节目，祈求今年平安顺利，风调雨顺，国泰平安。好了，掌声给高小姐，谢谢。谢谢。祝福咱大鸟队嘉宾各位观众大家新年愉快，吉祥如意，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大汉年。好，谢谢，非常辛苦，非常辛苦。谢谢，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对面个三个变才有嘛？对面三个变才有嘛？这咱副校长，胡亚堂副校长，非常感谢咱下领高中的，伫咱副校长的领导之下，记住咧，会使讲大力来赞助咱麻豆大天府的这个庆典，咱甲咱副校长加油一下，谢谢，感谢一下。两项表演打起来来，我们武士队的同学把狮子抬高，然后两边但是还是要看到自己的脸，思维也是要出来抢镜头了来，太原国中武士队，来我这几组给点掌声，感谢这个谢谢。这些同学每个健康又健壮，头好壮壮头好壮壮，这才下一代的希望那未来的希望。得奖副校长家里也非常的早，也有10几年的这个时间了10几年的时间。大鼓社的表演，里面给咱表演的节目是果敢一击，以及鼓动传情请咱上届给咱掌声，欢迎校园国中大鼓社来唱。
高中的大鼓社你心里面边科87年，即摆咧特别外聘得到格莱美音乐奖，入围这个石鼓击鼓团击乐团就是即摆咧带领台南都会公园这个石鼓园区里面的驻园表演团队石鼓乐团，李佳烈老师来进行指导，李天老师来进行指导。咱广播队咧时间不错咧，因为经费不足，一开始咧用上盖环保的概念，用垃圾桶做鼓来训练本色咱做鼓来训练，到今日咧有这个成绩，咱必定上级的补助，到今日这设备这配备，会使讲咧是咱非常介艰难的情形之下，成立评审团，这代表咱的校长，咱这老师，咱这家长，大力来支持，这项活动。各地咧，艺团团体中华非常重视，随常咧，受邀请来表演，比如讲上会赢上配票，会赢上配票，会赢龙会等等的，不是邀请来表演。麻豆国小的老师，麻豆国小的陈志明的家长，好像把表演的东西拿回来了吗？麻豆国小陈志明的家长，麻烦把表演的器材拿回来。如果找不到老师的话，麻烦拿到服务台。来，掌声把各位姐，谢谢。这是第一个节目名，这个果敢日记今日精彩表演刷来咧，鼓动传情。名师出高徒啦因为这指导教练咱不是电视看到石鼓乐团。10年过啦因为看到那个石鼓糖厂可能是安尼意思啦咱李佳烈老师特别来给咱指导，咱这石鼓击乐团因为是一个国际性的表演团队曾经获得全美最知名的音乐奖格莱美奖的奖的有得奖记录会使讲是咱全台湾。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表演团队，石鼓乐团名师出高徒，记得咱夏营国中请夏营国中第二个表演节目鼓动传情，请开场表演，谢谢。来，掌声把鼓励起来。
的表演，以及李安以及好叫，以及咱现今主亚堂副校长，这个行动之下咧，是全国武艺宣传大赛宣传咧，已经连续5天连续5天，这是全国的大奖，这是全国的大奖，而且咧，全国技术比赛咧，不是比较好成绩，这是好的表现咧，受到大家的好评。今日咧，咱下阳高中，会使讲大力来挑战，来换到大家好，这个全国艺术文化节，除了咧，你看知啦，迄阵的广东师伊话，即摆电视的表演团队，咱这大鼓队，这大鼓队准备两个节目，准备两个节目，要来甲咱挑战表演，我们这个华大雄心，观众会使讲是华大雄心上界大的风气上界大风气。民俗出高图。各位同学，经常表演我们古先放的古放在原地古放的我们来，我们小朋友记。在国中部欢迎各位来宾，将这个阳光中加油点好不好？谢谢。非常辛苦非常感谢，谢谢。在国中部来，咱注意，来，咱。12天一科，12天一科，这个麻豆大天府，这个建筑，麻豆大天府的建筑，咱上届无闲，上届辛苦，就是咱麻豆大天府的主任委员陈中山陈主任，因为咱知影，伊身为主人家，身为主任委员，这个照片的期间呢，拢来这单内，拢来这单内来参拜，所以咱两个的活动到即摆呢，拢还阁无这个机会，来甲大家请安问好。咱即摆我利用这个空档的时间，咱先去请咱麻豆大天府陈中山陈主任大天府咱陈主任来甲现场的来宾请安问好，谢谢。来自关心各位观众朋友咧，大家早安，大家好。尤其这表演团队咧，这摆是新的参与咧，小弟代表玉皇向各位顶代玉皇的谢谢，感谢各位。咱即摆咧来感谢咱爱用广播电台这个单元村单元伊是兼咱安定这个第一台电府真河中主任委员，这阵也毋是伊大力支持甲永和咧，无法度人去处理这项表演的团队来，感谢陈主任以及总干事咧，真河中的总干事咧，这摆参与仪式上辛苦两家的主持的节目咧，拢伊咧来处理感谢咱全国艺人迄个协会咧支持咧，同时也要感谢咱市政府咧教育局来迄个支持，尤其咧全国迄个咱市的迄个
王春节协会、文化协会拢甲咱即摆甲咱帮忙真济，还有期待阮即个12档厝的做少咧，其他这条真少咧，互恁各位热心来参与咧，所以咱码头大家好咧，即个全国王爷信仰中心咧，会使讲非常欢喜的，店家搁较了解，这期今仔进入第五天，后续也有一段时间咧，共同希望大家咧会当共同来参与。你规个案咧，咱有遐歌仔的表演，后期啊王彩华的表演咧，非常导演咧，大家感谢大家，顺续热心的邀请各位会当莅临来咱码头台路，今仔日咧，非常感谢咧，各位的参与，谢谢。咱这一次甲咱陈主委加油鼓励感谢一下，因为咧，咱码头大天府是咱全台湾5千岁信仰的开基宗庙，要来主持这个庙务咧，会使讲非常的辛苦。每一年这个进香团会使全台湾上帝的庙务，上帝庙务，平常时啊咧，要来带领咱这个庙方的团队，庙方的团队来发扬咱这个5千岁的信仰，以及咱这个地方的在地文化，会使讲非常的辛苦。这几日咧，拢是王府内咧随拜、咧对拜，嘛是非常辛苦，咧车来上是一大个考验。咱甲天天的掌声。注意啦，迄个这位就是咱所处大天府一路中的陈仁川陈主委，而且嘛是咱阿勇广播台的演出啦，加油一下，谢谢。非常乖好，咱陈主委对受了，刷落表演团队，无我声吹较大的马头国小。马头国小来鼓励，来，咱掌声甲马头国小加油一下，好，谢谢。还有刘仲哲老师，那我们的管理是陈飞贤老师，陈飞贤主任，陈飞贤主任。麻豆国小政府乐团，今天民国93年来新听，民国93年来新听。成立的宗旨是为了响应教育部的一人一技艺、一校一艺团的一个教育宗旨目标和小朋友借由朴素的学习来了解传统美顺之美，还有立功之美，跟大家对不对？谢谢。咱政府乐团是用新天以来今年后来用他的表演，参加各种各项传统艺术文化表演，这个优等的好成绩，这个优等好成绩。这摆学团呢，这摆团大概有50个人，拢是咱麻豆国小念书的，主持人校长大力的推动。一定各位老师的加油之下咧，而且讲非常的精彩，非常精彩。好，来，小朋友，等一下。还有等一下，这边变换队形我开始我来，我们请麻豆国小的小朋友，我们做精彩的表演，谢谢。
胡多去，我出来，这个家己煮起来，我有拍到大声的。在地处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会知影咧，咱这学生团体表演完毕的，学生团体表演完毕。到晚上我跟大家表演，后面大棉花装，后面大棉花装。所以咧，咱可能学生团体表演完毕了咧，咱就先休困起来，因为今仔摆这个棉花装，摆这个棉花装，大家在去洗一下手的，斗一下裤的，准备去来看这台湾西洋，台湾西洋表演，台湾西洋表演，今仔日拢无领票的，拢无领票的。绕着登高走，消灾保平安136支的登高哦，6层楼高。啊，对，我们老师啊，第一个呢。
头前这是酒还是水？这个要收水加盐。少量喝酒有助于。来，我们紧接着是我们的柔柔队，来自台湾。这个有人来摸起来，有人摸。我晒头的，我晒你。哦，这倒是。